去予这个中国关5年的人权创议者李明哲，早起甲太太李静茹伫立法院开记者会，两个人牵手进入会场，深深一鞠躬，感谢各界的关心。李明哲来指控，讲伫中国乌南的家业遭受到精神的虐待，伊讲家己真幸运，会当活咧回来台湾。 伫咧记者会徛起来，甲大家行礼，去中国关5年的 NGO 工作者李明哲和太太李静茹感谢各界关心和帮助。如果没有国人的关切，没有禁渔的奔走，没有很多 NGO 团体的支持，包括没有施明德先生的支持跟帮助，我不会健康的回到家乡。我的先生终于回来了，我曾经不敢奢望我自己还会有这样的一天，这些对我都像最珍贵的礼物。 李静茹讲到脑讲甜，李明哲看起来精神真好。2017年3月，李明哲为澳门去中国做领导行为时扣抓起来。当年11月，扣以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刑5年。中国却把我这种人道的行为看作天大地大的颠覆政府的行为，这就是独裁政权的本质。草木皆兵，还入我于罪，这些的证词都是无意义的。 因为那场审判本身就是非法的，我被绑架后的一切所作所为，都只是为了回家。如果我在中国那非法又蛮横暴力的所谓法庭上认罪，有让台湾的一些朋友感到失望，我觉得不好意思。李明哲讲，审判过程，中国不爱讲话，敢来当念有心审过认罪书，嘛讲到中国捌个暗示，爱承认有做过失败。我就坚持不认他们希望我认的间谍罪。 而承认一个很可笑的颠覆国家政权罪，因为颠覆国家政权是我个人的行为，但间谍罪是会牵连整个台湾政府，我不能出卖我的国家。李明哲扣抓起了后，李静茹和真济国民团体4个走总解救，伊关伫咧乌南的赤山感觉，规人目山超过30公斤。在赤山监狱，我们除了过年的4天休息以外，从来没有休息日，还伪造出勤记录本。 强迫我们所有的犯人签字，我们的伙食常常是有馊味的，因为他用的油太差，他只要一冷，那个菜就有馊味。李明哲指控中国感觉无人性的对待，今嘛总算互救出来。阿母两个人嘛希望未来会当在人权这条路会当继续打拼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品轩，想要跟我一起品味生活中的大小事吗？一定要赶快打开华视的 YouTube 频道，按赞订阅，并且开启小铃铛哦。